后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三重警察分局掠通缉犯，掠唔着人，拍唔着人，甲民众当作是嫌犯来处理。这被害人早起到地检署告警察伤害、妨害自由、甲妨害名誉。这个被害的民众讲，伊即摆只要一个扫，胸坎仔甲头壳都会起痛，而且20号暗时发生代志到呾。 警察一句道歉都无，伊讲伊的身心受到真大的伤害，即摆只要有人来弄门，伊就会真惊讲。我身上的伤，我现在只要咳一下，我是剧痛。昨天才拆线4条。目睭边的空喙咬真明显，脚骨白纱布，规身躯拢着伤。细汉的查甫人实在无想过，好好行伫路啊，却互警察拍着伤。这10几天，打人的凶手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。 让我非常的惶恐，而且这2位对我做出这种事情的人，到现在还配着枪在外面执勤。我会想到我们广大的新北市民还有可能再遇到，而且我自己现在也都不敢出门。手提扫帚和所有证据大动作来到新北地检署，黄先生要告警察黑白讲拍喷辣椒水，告黑白讲骂垃圾话，提告伤害、妨害自由和妨害名誉，希望司法先予家己一个公道。我们一个受害者，当然是希望越高越好，但是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出这个数据说我要赔偿多少？ 规个案件要对20号暗时开始讲，当时三重部分局的警方伫现场要掠通缉犯，伫黄先生接近嫌犯车辆的时，警方要求伊配合调查。不过黄先生第一时间无照办，引起冲突。警察武唔着人，唔是保护民众，颠倒上着诬告，恐惊面对更较悬的刑责。警方今天是抓错人，就有可能这些行为都会是构成犯罪。 而且警方具有公务人员资格，依照刑法的规定是要加重其刑1/2的。第一时间，三重部副分局长都已经出面会师咧。新北市警察局嘛伫私底下沟通关怀几摆，针对员警过失的部分已经函送侦办，2位员警嘛已经互记过1摆，所长嘛互处分新界绝对的好好处理。不过，搁安怎会师咧，恐惊嘛无法度挽回当事人对警察的信任，嘛影响到警察的形象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